秋显大典，乃我朝家传之法，所以一武袭劳、怀柔帆布者，意志深远。咱们逐鹿围场，来一场尽兴的秋显吧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皇上，臣妾与各位嫔妃等待皇上平安归来。永成，放开手，跟着你皇阿玛去，额娘等着你满载而归。好，出发！撤！最快了，这玉石珊珊的进补果然是不一样。四阿哥的体格呀就是好，等下怕是老虎也打死了，要在皇上面前好好显露一手呢。三阿哥年长，要露脸也是他呀。将来得皇上喜欢，当太子也是他，哪里轮得到永成啊？大阿哥永皇便是死在这块忌讳上，嘉贵妃怎么又说这太子不太子的话？给孝贤皇后制经幡，还没让你记着教训吗？哟，说笑罢了，纯贵妃吃什么心呢？其实啊，咱们的孩子再好，也比不上皇后娘娘的嫡子。将来12阿哥长大成人，那才是人中龙凤呢。这个时候不看狩猎，说这些没影子的话做什么？是。玉，
是母马身上的气味。受伤了？没事，夫人起来。奴才凌云彻救驾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朕记得你，你以前在朕身边当差，做得不光彩吧？奴才冤枉。起来吧。多谢皇上。永琪，刚才你挡在朕的前面，为什么不射杀野马，而只是站着？以儿臣方才的距离，再拔剑已经来不及了。而且儿臣听师傅说过，这些禽兽伤人，往往得一而止。那野马伤了儿臣，就再也不会伤害皇阿玛了。嗯。帮助我吧！
会出现这样的事？怎么会有刺客呢？皇上无事吧？皇上无事吧？回皇上，幸好箭伤不深，只要按时换药，很快能好起来。朕无事，你们都别在这跪着了，都下去吧。叫傅恒过来。是。皇上，查得如何？奴才先押了数位不利的围场官员，也在抓紧彻查此事。现已散了人，在围场内外广泛搜捕，只是暂时还未能寻得刺客的踪迹。有何线索？按奴才初步所查，基本可判，刺客以野马引诱皇上入林，暗中释放冷箭，亦应是两名刺客配合。一人不中，一人再射，但刺客布置不周，连续不中便仓皇逃入林中，所以未能查得踪迹。这野马桀骜难驯，为何如此技巧？那片林子偏僻，灌木上一路涂上了母马的体液，野马便一路被引了去。不只是野马，就连皇上的坐骑亦受影响。凌云彻替克平遛马。克平的马是母马，难道也受母马的气味，引着去林子里？这个奴才也查过了，凌云彻是被打发到那里替克平娘娘遛马的，确实是误打误撞。皇上放心，奴才会再抓紧彻查此事。谁要害朕？谁要害朕？谁要害朕？皇上，您做梦了，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腿疼啊？药劲儿过了，臣妾让太医进来给您换药吧。不了，朕的身边连一个可信的人都没有。连来到木兰围场，都有刺客要行刺朕。皇上身边有忠臣孝子，刺客害不了您的。忠臣孝子，忠臣孝子。来人！傅恒何在？傅恒大人为皇上彻查围场行刺之事，出去巡逻夜访了。凌云彻呢？林侍卫守在帐外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凌云彻护驾有功，就封为御前2等侍卫，日夜戍守朕跟前。是。皇上，傅恒大人巡查了1天。也没找到刺客的踪迹，这事儿有蹊跷。怎么说？野马前几日便出现在围场，今儿又出现在皇上面前，也算是巧合。傅恒查过，这林子偏僻，灌木上涂了母马的体液，引得野马追了过去。这倒是阴毒。野马引皇上进了林子里，又有暗箭，暗箭上并没有毒，说明刺客并不想置皇上于死地。又或许，刺客想要一箭取了皇上的性命。
你说的极是啊。朕也觉得奇怪，这释放冷箭者，明明在不远处，怎么会无迹可寻呢？自从朕登基以来，民心虽然安定，但总有谋乱叛变者。你的话，朕先听着，等傅恒回来再查。是，皇上，臣妾还是请太医给您换药吧。永琪，你是真这样看见他？的确是四哥独自先进了树林，儿臣在看见皇阿玛的时候，他已经倒地了。昨夜，永琪和臣妾说了这件事，臣妾心里就觉得不安。怎么偏偏就这么凑巧，四阿哥刚好在旁边，就救驾了呢？另外，傅恒这么快就找到了刺客的尸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怕皇上责难，所以胡乱应付的。若是如此，也是寻常。如今刺客的尸首也找着了，若是没有明证，这事儿还得先压一压。皇上正宠着永臣呢，如果我们去泼冷水，难免让永琪落得个嫉妒兄长的罪名。臣妾也觉得，永琪在这件事上的处境略微尴尬。四哥现在很是得意。得意好，得意容易失了分寸。咱们且看看这事儿怎么发展吧。竟有行刺之事，皇帝还受了伤，幸好伤得不重。太后放心，奴婢已经着人去传话，以表太后对皇上的关爱之意。只是这件事，太后是否要派人彻查？不可。如今正是风声鹤唳，皇帝最是疑心的时候，哀家若是贸然过问，反倒惹皇帝不快。太后也是关心皇上，倒怕是皇上多心使的，反而疏远了。唉，不是亲生，总有嫌隙。哀家如今只求女儿安稳罢了，余者只当自己是个只懂享乐的老婆子好了。听闻这回四阿哥救驾有功，皇上欣喜异常，看来嘉贵妃要母凭子贵了。有个好儿子，自然是福气啊。傅家，恒绰有多久没来信了？有大半年了。太后，来信是平安，不来信也是平安。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恭喜林大人回宫啊！多谢李公公。此次不同往日，林大人深得皇上器重啊！微臣能活着回来见到李公公，已经是微臣的万幸了。皇上在木兰围场受惊，宫中加紧巡访。林大人是皇上信任之人，排班日多，人也辛苦，是该成个家，有人照顾您了。李公公，微臣能再次回到宫中侍奉皇上左右，已经是微臣的福气了，实在不敢以一己为念。但皇上赏罚分明啊，一定会给林大人一个恩典的。蓝翠，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
我等着给主领月俸去呢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知道令主失宠，你们日子也不好过。哎，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，凌云彻回来了。凌云彻？啊，他现在可是救驾的功臣。我过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若是托凌云彻给你们美言几句，那令主的恩宠不就会回来了吗？他真的回来了？啊，他还领了重赏呢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凌云彻回宫了，千真万确，他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了，数位皇上日夜不离，多少宫女想嫁给这位新贵呢。他回来了，他没事了。你下去吧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凌云彻回来了，晋中不会再害他吧？主别慌，林大人这回回来的体面得意，晋中也不敢随便动他。但愿如此吧。木兰秋险之事，虽然刺客已死，但终究是围场官员的失职。你们认为朕该怎么做？事有牵连者，必得重责，才能警戒后人。凌云彻，你在围场当过差，你觉得呢？回皇上，微臣才疏学浅，只不过是一介武夫罢了，实在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还是以皇上的圣心裁断为上。永璋呢？儿臣以为，此次秋险之事查不出元凶，也是因为围场服役之人过多，一时难以彻查。皇阿玛若是都要责罚，谁还能为皇阿玛继续查人呢？永璋啊，你是诸子中最长，本应你来救驾才是。一来，你救驾来迟，实属不孝不忠，能力不足；二来，你事后疏漏，为了沽名钓誉，不明责罚；三来，你不顾朕的安危，不顾及朕的性命，实属大不孝。皇阿玛息怒，儿臣不敢。出去！儿臣告退。永璋请求宽恕木兰围场之人。那天之事，是否和他有关？奴才不敢妄言。皇上，微臣以为，三阿哥是皇上的亲子，想来不会。天家父子，不比寻常人家。可为父子，可为君臣，也可为仇仇。朕不得不尽心呐。皇上多虑了。皇上年富力强，没有人敢，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来谋害皇上。那木兰围场诸人，你们认为当不当罚？有错当罚，有功当赏。好，凌云彻，你护驾有功，年过30了，尚未成家。朕替你找了个合适的人选。名叫茂倩，他出身镶蓝旗萨克达氏，是个满洲格格。阿玛原是比铁氏，如今他孤零一人，家里没人了，和你倒是挺合适的。皇上，微臣出身下五旗，家境贫微，恐怕配不上这个茂倩姑娘。哼，你是朕的御前侍卫，有什么好配不上的？莫非是看不上朕的指婚？凌大人，我看你是欢喜傻了吧？快谢恩呐！微臣谢皇上恩典。这花儿挑的不够仔细，灵芝，再洗得干净一些。是，挑仔细一点。皇后太太，凌大人来了。
微臣请皇后娘娘安。回来了。皇后娘娘，您让微臣堂堂正正的回来，微臣不敢辜负您的期望啊。回来就好了。本宫还要多谢你救了皇上呢。那是微臣的本分。有功也不忘本，才能在皇上跟前长久。皇上这次亲自赐婚，是无上的荣耀。皇后娘娘，其实微臣从来没有想过成婚之事，此番皇上赐婚，实在有些意外。男大当婚，女长须嫁，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，就是另一种日子了。皇上这次给你挑的茂倩格格，也是出身好人家的，你可要好好待人家。是。家中有人为你操办婚事吗？微臣的父母早年就已经双亡。江雨冰和索性在京城呢，本宫会吩咐他们给你操办。多谢娘娘美意。娘娘，这是12阿哥。微臣在木兰围场的时候，就听说娘娘喜获麟儿。微臣在此贺过，祝皇后娘娘与12阿哥将来的日子可以平安顺遂。你有心啦。给皇后娘娘请安，林大人也在啊。李公公，这回宫多日都没有向皇后娘娘请安，今日特意过来拜见。李公公来了。皇上说了，晚膳来翊坤宫，请皇后娘娘预备着。本宫知道了。自从12阿哥出生，皇上的心酸是被挂住了，几日不见就念着。主，皇上今晚是要陪皇后娘娘用膳才没空见你，下回吧，总有下回。林大人，微臣给令妃娘娘请安。你回来了，是。别来无恙。微臣一切都好。你等等，听说你已经高升了，皇上也赐了婚，即将娶妻，恭喜啊！多谢令妃娘娘。茂倩的阿玛好歹是个小官，比本宫当年出身好多了。这门婚事，你可满意？皇上安排的，自然是最好的。也对，你我都非从前的自己了。那时本宫总以为嫁的人会是你。令妃娘娘总是会选择更好的。本宫不过是个不得宠的女人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？不过本宫心里知道，你并不喜欢这个妻子，是吗？你心里还有本宫对吗？娘娘，你是主子，没人心疼本宫。你连哄一哄本宫都不肯吗？娘娘所愿，只有皇上才能做到。微臣还需当值，就此告辞。主，以后还是少和林大人说话吧。免得敬忠公公知道了，又要生出是非。他即将成婚，可本宫看出他并不高兴。晨晨，他心里还是有本宫的。可还有什么用呢？朕看过你的功课，也问了师傅，知道你学业骑射俱佳。听说最近蒙语还有御史话也学得不错。儿臣的额娘便是御史人，所以儿臣也学了些。
将来也好应对方便。接好。朕的万寿节会有御史一族使者来贺，到时候替朕好生招待他们。是。皇上最近常在臣妾宫中用晚膳，臣妾正在犯愁布置这些菜式，皇上可都吃续了。这道人参鸡汤极好，清淡不油腻，又能够提神。此次朕的万寿节，御史使者来贺，永成举止得宜，应对自如，很得朝臣们的赞赏。你呀，教子有方啊。永成自觉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，事事用心十分，深恐给皇上丢脸。永成啊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知进退，识大体，文武兼修，深具孝心，是为诸皇子的表率，是该好好嘉奖。朕打算重阳节之后，便封永成为贝勒。臣妾谢过皇上隆恩。永璋娶了福晋都没有封爵，怎么四阿哥就封了贝了呢？虽说长幼有序，可是永成救驾有功，皇上是赞许的。四阿哥救驾有功，皇上怎么赏都不过分。可是皇上好歹也得顾及永璋的面子，一并封了贝勒也就罢了，偏偏就把永璋丢在那儿，前些日子还把他好一顿数落。绿云，这话出了翊坤宫可不能再说了，若是被旁人听见了，还以为是永璋不睦兄弟，抱怨皇上呢。是臣妾糊涂了。皇上喜欢永成，固然是因为他救驾的孝心。若永璋也能体悟皇上的心意，不也是孝道吗？娘娘的话，臣妾记下了。请皇额娘、额娘、纯娘娘安。起来吧，坐。容佩，去将秋梨雪耳汤拿过来。是。吃点点心吧。谢皇额娘。五阿哥回来了，那臣妾就先走了。臣妾告退。永琪，今天师傅都教了些什么呀？今日四哥不在，去了皇阿玛那里，师傅就没教新课。师傅说，往后的课业都以四哥的进度为准。四哥若是不在，我们就先缓一缓。永琪啊，听说你皇阿玛将他之前用的弓箭和文房四宝都赏赐给你了。是，皇阿玛还叮嘱儿臣要好好学习文治武功。那是你皇阿玛对你抱有期望，你必要牢牢记住你皇阿玛的话，勤加修习。儿臣明白。再有啊，如今你四哥得意，你就好好磨练自己，韬光养晦，避开你四哥的锋芒。皇额娘的教诲，儿臣都记在心里了。朕盼着永基快快长大，可以为朕分忧。皇上也太心急了。朕最近见你啊，瘦了不少，晚膳也不怎么用，是否是照顾永基太累了？如今还不累，接下去恐怕有的累了。怎么说？江雨冰给臣妾诊脉，说臣妾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么快又遇喜了，朕真是高兴啊！皇上是不是又想要个皇子啊？哎，有了永基啊，你这一胎是男是女都好。有了皇子呢，固然是锦上添花，但若是公主，可谓是儿女双全。好，甚好。
洞房。哟，这看起来像是宫里的物件儿。这是皇后娘娘特意赏的。果然是皇上赐婚，这皇后娘娘啊，也格外的给体面。咱们是不是该喝交杯酒了？我这个人呢，是有什么说什么。以后你主外就好好的在皇上面前当差，我主内，这府里的事儿和钱财可就都归我管了。你是我妻子，我会尊重你的。不只是尊重，这过日子不是妻房听夫君的，就是夫君听妻房的。今儿晚上咱们就把这话说好了，规矩立好了，以后啊，你就听我的吧。你的心思啊，总是这么细腻，多亏得你去找了这么多穷苦人家的碎布纳这条百家被。都说贫穷人家的孩子好养活，咱们也沾沾他们的运气，期盼12阿哥和姐姐肚子里的孩子能够平安顺遂。别像12阿哥似的。是啊，显亲王府来报，一入了冬，12阿哥的身子就不大好，一直咳个不停，太医也都去了好几波了，淑妃也是急坏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这条纳好了，先给12阿哥送过去，回头我再去搜寻一些布料，再给姐姐肚子里的孩子纳一床新的。记好。姐姐，今天仿佛是什么日子，我一时想不起来。你再仔细想想，今天是凌云彻成婚的日子呀。你看我都给忘了。